喺擅長做生意人改碟做些蔬菜，愛運來運去，愛攀山高見。一般來講，愛貴正日冇就貴半日，能會下山一拜。天浪起前的日的，睇花蓮市各隻蔬菜，頭我話起來，南山就看到清清楚楚。南山工作站總共有40人棟嘅建築物，小沙、福利沙、貴賓招待所也都有，大部分都係用電腦機打錯嘅。到家下都係保存到幾好，而從日的就天體30年前用嘅。我们现在就在蓝山工作站的信仰中心龙山宫的外面，大家开始个别自己负责自己的工作开始展开。那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说为整个蓝山工作站所有的建筑物做影像上面的记录，包括它的立面、侧面，还有内部空间的一个情况。盛文跟柚子他们就负责整个全区的一个测量，耀和跟小叶他们2位就会负责整个文物跟文献上面的一个盘点整理。我们先去把这件找到，然后再往这边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苗圃。这个地方工作站的规划是蛮大的，在文献上面的记载，它可以容纳200多个人，福利社、澡堂、主任的宿舍、娱乐使用的娱乐设施、通讯室，甚至还有招待贵宾的招待所。真的是一应俱全。第18點半嘅南山工作站合併上提合法，建築嘅設計比透過南山分創時期規劃到很難好勢，生活機能也很難完整，總共有超過40棟嘅建築物，大部分都係用本地建來起嘅。地點最大嘅關注係工作站主任，該期都大概生產組別嘅作業情形，都會到南山工作站匯報。伐木是在现场，集采在现场，就要看现场有什么问题呀、运材运到手到头，有没有车子调动的问题，什么其他的问题了。我们那时候每天正常4联车1联有10台，一台平均差不多2立方，一天要100立方左右。年产量35000立方公尺了，预定目标了。那时候你生产的多你会达到目标，开会讲话就可以大声一点了。那你如果生产不够，你最好不要讲话。制材工厂最重要的就做新干线的枕木，不是一般用的，在桥上桥岔用的枕木，这必须用块木的。那么像蓝山那样子品质好、生产力强的工作站，并不是很多，所以林务局的工务组很器重我们，新东西拿我们用，所以发布的链锯啊、新的机材机啊，什么都拿给我们用。所以蓝山能够说的就是在林业机械化方面是一个台湾最先进的，因为其他那个时候已经生产没有了，都慢慢都关闭了。民国35年才開始開發，因為佢嘅體慢呢，就家下工業涉嘅國外工業咪就合法得嘅，所以當到家嘢呢，愛技術嘅，家嘢連技嘅，愛潤樹嘅，潤家嘢超效咧流浪所到，功能啊、效率啊，就是要效好咧。我们在早上在工作站各个房舍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一间蛮有趣的一个房间，应该就是这位林玉雄先生，这应该就是他的房间。然后他在这边写了他的名字，然后他还在玻璃上面写“兆林神圣”4个字。最特别的是进去这个房间里面，就发现他整理很干净，里面的棉被也叠得很好。里面还有一箱，也是写上他的名字。那从房间里面，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现在离开了这个地方。可能是当时的行政命令也蛮仓促的，
就是没有一个说先告诉他说我们明年搬家或后年1月1号搬家，可能就是一个命令，那山上就马上就撤退下来。新年至1940年到1989年，当年对住几百界造山厂家己，伫咧回派一帮年时到3000工厂界山厂行出现，做嚟按专业就按危险界条路。如果放下来看到啲机关差跌把，工作团体跟聚会接送援助，大家除了会加强安全维护，也会接送其中山丘，乐观人苗，善事百谷求平安。今天的行程的话，我们轻装前往龙山瞭望台。根据旧的文献资料，它是位在南山工作站的北方，大约正北偏东1点的位置上。从地图上判断，直线距离大约1.5到2公里之间。那根据以前领管处他们的档案文献，瞭望台他们都叫做防火瞭望台，大部分都是在一个山头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三角点的位置。周边视野良好，瞭望工可以注视周遭的林地，是不是有发生森林火灾的一个情况。然后除了这个功能之外，瞭望工每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记录气象的状况，包括温度、风向、湿度这样的一个资讯，然后把这些资讯回报给工作站。到了，到了！哎呦，真的很好呢！哇！中山广告區係南山工作站度東行建嘅兩層樓建築，地會派2373公尺嘅素材，頭重嘢處置流沙，地界重人。24小時都有人在那邊看有沒有發生森林火災，最主要或者是盜伐、盜獵的情形，所以它有點像是森林的守護員。還沒撤退的時候，瞭望台周邊是展望。視野是最好的一個地方，可是經過了30年，它周邊的樹都起來了。從隧道這邊上來啊，50公尺之後啊，就看到一溪，很明顯可以看出它是一個早期育苗的一個地方，大概有100-200公尺這麼的長哈。那整個苗圃地啦，後續的這個自然更新也好，或者留下來苗木也好，都是長得還蠻不錯的已經恢復到一個次森林的一個狀態。新年1975年，行政院頒布推翻林業競爭3原則，其中最重要嘅係林業競爭管理，全國係國土保安嘅充然理解來做目標，唔好用開發山拿來賺錢，所以南山工作站促進來嘅勞動數個題目結束。南山工作站只為第39公界區內東建復原。1980年，台灣東興揭北我界時期，1到3就注意到工作站就鐵基路落索頭流浪動力片，所以除了倆實天走下山嘅路線，第唔讓向生產作業嘅前提下，工作站也前掉到3就退休，冇想到認為咁樣為南山留下當到珍貴嘅相片。1989年6月底，南山工作站拆退，3期嘅建築生產實施。處理鐵基路落石頭停止運轉過後，也10年落後退。歲月的痕跡已經在這個環境裡面落下腳印了啦。當到跳過為行的鐵路為大的所在，還有為高的路，走進入嗰個寫書的，走進上移類的，所以就變成走進講的，已經是變成已經時間凝結在那裡了，讓自然慢慢的再去做一個演化一樣。你敢捌坐过？旧的我无坐。一次洗的拢坐新的索道，旧的索道我们以前就是不是从这边上去的，是从那边。哪一侧？那边上去。那新的索道就从这边这个溪左边。那我在超8岁去那个南山，那个时候我妈妈都很忙嘛，我排行老大，所以我上去都要带小孩子。我们去摘那个竹笋啊，桂鸟啊。我们做索道的时候都有看到那个瀑布嘛。我们从花莲看上去的时候，就真的很多怀念，每天都在看南山。台湾从日治时期一直到战后到1989年，
我们台湾的森林资源其实耗损得非常严重。我觉得站在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还给山林一个休息的机会。台湾生产林木界林业水台接近国体，第三期大变高界总算从界基也都顺利。也是这世纪嘅台湾林业政策係中小地主福海求生，航向南為一個新嘅地方，也對南山工作站老山那會帶來用我嘅回來咯，會係下一個水台嘅故事。